麦克伫咧我的手里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。哦，即摆即届呢，我要听的是爱当赢这队，这队人诶对，爱当这队。嘿，啊，你有紧张无？有。今仔日看起上紧张的是爱当的，因为老师嘛爱表演。嘿啊，老师都爱表演，啊，表演比因跟阿伯我就歹啊，真正歹。我紧啊，顶礼拜迄表演拢比因较歹。哎，你今仔日啦？啊，你哪伫遮啦？啊，你哪有？哦，你有来哦。哦。歹势，一开始哦，爱当有甲我讲。伊有小可担心内底几个人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哎，你目睭揢起，目睭揢起。爱当你帮我记出来。你拄则讲你上担心的是啥？哦，啊，搁有咧，哦，安尼哦。真的？哇。哦。第二个好，目睭闭开。第二个是安那？你会担心？惊伊失常。失常哦。啊，要不过康帝表现袂歹。喂，你袂使讲出来啦！你讲出来。哎，冰箱拍阿珍啦，好了，欢迎咱的冰箱和平。和平。我先和平哦，来评审嘛是来学台语啦，所以讲你偷偷学台语，我偷偷学台语啊。第一位是咱的主信孙哥。是。我哋讲宫中自有宫中手，一山自有一山高啊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好，生不骄，哎，败不失志。哦。所以呢，都要失志，你都要靠你家己爬起来啦。爬起来啦，唔通失志啦。一时失志嘛，唔免怨叹。第三位是咱全世界呢，这个模仿叶教授的第一名。嘿，逐摆伊若模仿落呢，大家拢困甲变过。来，欢迎咱昂德拉斯。感谢大家无气也要破下个吹球，感恩，来，破下炮大大声，金银财宝就满大厅，破下炮最，金银财宝就贵宝地，破下炮乒叫，金银财宝就世界强了无？感谢，有拍有保庇，无拍引导。无代志哦，无代志哦，安尼嘛好啦，嘛好。感恩啊！希望大家会当了解，在场现场已经来了20万人咯。动算。看到大家的面相，拢充满着失望。今仔日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真正在地、一个非常好的人才，所以咱这个里长选举。绝对要投38号柯浩顺，你看了无？拜托，柯浩顺自细汉踮喺咱这个所在大汉，将来唔捌做过什么好代志。这回为着要选举，要做咱所有人的里长，真正是大家的希望。柯浩顺，伊唔是4苦，伊唔是4苦引导的人。无说啥。咦，嘛是4苦，但是你有代志吹啊！人在规站的你啦。哦，拍摄。各位亲爱乡亲，以后就这讲的哦，都唔来请伊来做主持。规个 tempo 破坏了。啊，安尼啦。是安怎讲？柯浩顺唔是领导的人，因为伊是咱所有人民的人，你讲对唔对啊？是动算，有当有保庇，无当领导的代志啊！大家拢平安无代志。哦，这嘛会当是一个表演呢。厉害呢，总算是一个表演呢。所有的选举内底，敢若做选这项我上爱看。做选完我就走啊。系啊，无伊的代志嘛。我唔捌咧听正经的啦。不要紧啦。阮遮内底拄好有一个里长伯啊。里长伯以前就是安尼选的啊。里长伯啊，你是安怎去选调的咧？唔知影就选调啊。哦，加油！欢迎昂德老师，谢谢，大家加油啊！你们。哦，真正亲像咧选举。真的呢，足够讲，足够做选的。嘿，啊，过来吼，要进行咱的比赛。
今嘛要进入第2阶段的比赛，莫屈伫我的手内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咯。规则是每一个选手出来表演2分钟，表演的时若是有2个评审拍车啊，安尼迄个选手就去用淘汰咯。今日的重点呢，就是要来引起观众的注意。你知影连水花演员高一个人伫咧台顶出场的方式非常的重要。希望讲这个连水花选手上台，规场都会当听伊的。所以我今仔出场的方式嘛非常的特别。我今仔准备4项物件吼，互因去训练。第一项就是加刀，过来就是水星杯，搁有一个12头的帽仔，上尾一项是 A4 size 的白纸。这4项物件，互因去想看卖，这有除了伊原本的用途以外，搁会当安那去介绍互这个观众朋友。刷了因搁抽口啊，看你抽到什么物件，你就要上台去画卖。现场呢，阮搁有邀请20位的观众朋友。而这选手啊，伊画袂了后，咱会问观众朋友讲，有偌济人要买伊这项物件，啊，若愈侪人要举手买伊的物件，就表示讲伊的画袂愈精彩。第一个是韦德，伊原本就是这个业务嘛，啊伊哇刷了个4项物件，拢摕出来卖，真正是厉害。你结婚了后，你就开始生活，你就需要另外一项物件，就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暗时会哭，所以你就要滴你的目屎。滴到这杯满了后，你得当搁把这张纸刻出来，写离婚证书。啊，刷落来是康帝伊的情绪甲伊的动作，即摆拢有做出来，所以甲真正有一寡改变。但是我感觉改变上大的就是黄龙龙，伊完全互我意料袂到。这大家人知影，迄东港有一个东龙宫无？这恁一定要买，为什么？这是今年王爷加持过的。哦。加持过，知影你知影无？你有看哈利波特无？厉害哦！你若想今仔日无对象的啊，你就弟弟的头壳顶。这个家己分工敢是正缘，还是无好的？这我试过，足准的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竟然甲这个帽仔甲声明甲做伙，真正是厉害。但是为着要让咱的选手哦，莫遐尔紧张，咱今仔日咧先安排导师上台表演，替咱的选手得场赞声啦！希望咱同队的选手哦，拢有上赞的表现哦。进行咱的比赛进程哦，咱邀请几位上届紧张啊。好，老师嘛要来表演。嘿，欢迎咱的爱党的表演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党的。我进前出国的时阵吼，常常伫咧贵宾室内底听到有人安尼咧讲话。我顶礼拜伫咧万库珀拄到 Michael， 我甲伊约好 Christmas 要去旧金山遐 shopping。假使你若有时间的话，看要做伙来 Together Forever 无？哇！我听下这句精神拢来啊，你知影无？是安怎？你知影？因为吼讲台语参英文的人吼，这事业特别成功。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台语的8点档，你就知影。所有的人都是逆来逆去，有无？迄事业大到甲台湾的金钱也无这的人，红顶就闪闪死。对无？你像看迄华语的8点档咧创啥？好嫁人囝。甲水姑娘啊谈恋爱，这水姑娘啊毋是干那水哦，我去戆甲袂白上迄种的。啊，两个人吼，一定就是跋倒，啊揽落、心落，啊拽斗阵呢。啊，你害这社会少年人拢想讲啊，这水姑娘啊，大家拢头壳戆安尼啦。啊，一间四过伫咧路的啊，跋倒等机会啊，跋倒等机会安尼。注意啊，你敢知影跋倒代表啥物货吗？你小脑有问题。爱去看医生啦，但是吼，为着我事业要成功，我甲这种讲话的方式吼，我嘛甲阮爸爸妈妈安尼讲话啊。比如讲，我会甲阮母啊讲，母啊，便所的 T 恤甲底裤无啊，敢会当麻烦你去 handle 者。哎呦！啊，对啊，我后礼拜 annual leave， 我带你爸爸来去旧金山遐 shopping。哦，阮爸母听到我安尼讲话，甲我讲，哦，阮囝真正事业做甲足大，足有才情的。我嘛甲这种讲话的方式吼，带入去办公室内底。譬如讲下晡要开会，我会甲我助理讲，下晡开会 meeting 的物件，document 你敢准备好啊？哇，助理会甲回哦，伊就讲啊，我搁查一寡 data。哦，你中昼我小拼一下，应该一个 meeting进前，我会当有法度交互你啊。
注意啊，你若肯安尼做，我保证你1年以后，恁公司会赚大钱，台湾的经济会起飞。所以，为着咱的事业要做好成功，咱就爱做伙来拍拼学台语。你讲好唔好？好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嘿 ，Thank you 爱达，谢谢。你根本就无资格紧张。是哦，表演了非常你精彩。即马轻松啊？哦，后壁较紧张啊，其实我建议就是互因较迄个 relax。哦，较 relax， 有啦，即马就做 relax 啊。你敢看每一个人拢无呢？看起来拢无咧喘气。跳袂出来，跳袂出来啦，好啦 ，take it easy 啦，easy， 好啦，啊 ，please have a seat。哦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开课你紧坐紧的。嘿，安尼抓来吼，要来欢迎咱第一个参赛者。好，欢迎咱的威德，来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威德。哎，今仔要甲大家小解冲影甲迄个自由唱水。阮老师啊，今仔特别甲我交代讲，莫阁讲阮某啊。我讲好，大家今仔我已经有冲影15年的经验啊，看我的身材，保持甲真好对吧？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真正拢爱感谢阮某煮饭足歹食。兄弟，互人沙无的主题，竟然加讲身体是迄落去。有一句话伫咧讲，每一个存在拢有价值。我感觉毋是安尼，因为每一届拍家抓，我拢会感觉因无应该存在。有心的才会飞啦，这是甲阮讲吼，莫压着有心的，会起甲飞起来。我会飞哦。今仔我已经有冲影15年的经验啊，看我的身材，保持甲真好对吧？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真正拢爱感谢阮某煮饭足歹食。莫再讲恁某啊啦！我挡袂牢啊！好好，我认真来介绍一下冲影一寡专业的讲法。吼，开始讲，你若是冲一条影，然后无使去跋倒，这种专门的讲法，阮叫做歪爆。歪爆，所以你就需要一条卡索啊，一边绑伫骹，一边绑伫冲影帮。开始讲，你今仔若是歪爆，卡索啊叫断去，这个专门的讲法叫啥？叫救命。叫救车。我甲大家讲一个秘密，你若用心去观察，一个人啊吼，若是在热天的时阵，较会去海边啊冲影，这种我拢叫假的冲影卡。啊，若是讲寒流若来，这个人搁去海边啊冲影，我讲这是真正的冲影卡。啊，若是这个人，不管是热天还是寒流，拢去海边啊冲影，阮叫伊真正无头路的人。阮甲讲迄个自由唱水，甲大家问一下，伫水底内面浸开的世界纪录，你敢知影偌久3分钟。24分33秒。伊根本就是一只鱼啊！迄若是我就比现老啊！我足爱自由唱水的，啊有时啊，我去耍自由唱水的时候，拢会拄到一种人，啊，这种人吼，伊拢会笑着讲，伊家己浸开当浸偌久，啊，家己吼会当活伫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之下，身躯会当排千斤万斤的压力，啊，这种人佫会讲哦，我伫这种环境，哇，我足笑着，我足厉害。我拄着这种人啊，我拢会甲讲，你要试看嘛结婚无？我讲着恁某啊！今仔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努力。哇，精彩精彩！讲到对方老师害头，你啥害头啥呢？就好走啊，你慢。哦，老师歹看咧，哎，足精彩呢。差不多15秒、30秒有一个笑点，而且是完整。足强的笑点，对，真赞，真赞，真赞，足强的啦！
今天要动算啊。老师有教我不？老师有，足骄傲的，但是我担心伊无头路的。因大家拢甲敲电话咧讨论伊的迄个卡本。哦，所以伊这个卡本才会收几摆？超过5-6摆以上哦。哇，足认真的，我感觉这个卡本足精彩。我感觉这个卡本哦，迄个强性吼，已经是一个法律真强。啊，为着我感觉，由于第一届甲今仔日，我甲看起来，伊的进步迄个倍数差不多5倍。哇！这就是认真留意生活当中的故事，去呢采取伊上好迄个笑点。哦，我头听到迄个现头啊，我们起来徛起拍拍。然后就高追的吼。因为你长落去了，你就变现头啊！我。现头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第一有道具。是哦，爱甲观众的这个交流足清楚的，对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？吼，啊，你嘛这所有落去啊，迄叫做啥？叫救命。先叫救命，再叫救护车。是。嘿，啊，但是拢袂付。嘿，其实上去殡仪馆，喂，莫别讲。啊，我感觉伊这个活泼哦，已经迄个人气，哦，迄个感觉的，伊甲观众的迄个距离已经缩短啊。较早阮拄开始出道的时阵，我甲桂竹钿先生。桂竹钿你知无？在。国语叫郭子乾，还好他没有姓烧，要不然叫烧子乾。啊，阮两个吼，伫咧工地笑顶头吼，差不多吼，讲笑话讲200几项拢无人笑。啊？拢无人笑。真歹笑。迄天吼，阮两个加起来领6000块，啊后壁有一个出来就领50万的喎，拢无讲话，观众笑到讲去。嘿，哪呢？是迄个人一个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就是讲，你要有人气，你要甲观众迄个距离愈远，啊，迄个安心放心，才会呢心情才会好。啊，所以哦，你已经开始咧挖，哦，啊较注意的，因为你若讲挖来，恁老师就甲你愈来愈远啊。所以顺哥甲你讲的是，毋是讲叫你去学诸葛亮啊，哦，你毋通想袂到，啊走去学诸葛亮啊。但是哦，因为咱每一个人哦，在比赛时阵哦，你袂当好伤骄傲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伊的面啊，已经开始微微啊笑。啊，伊即马就足欢喜的。欢喜哦，唱袂掉，欢喜是因为今仔日的比赛袂歹，对。但是你袂当讲哦，你欢喜就安尼就好啊。哦。啊，若讲硬要讲一个欠点吼，我是感觉你有较紧张寡。哦。因为你店内底有食螺丝，毋是食米粉哦，是食一点仔螺丝。食螺丝粉，螺丝是较瓦当粉啦。伊即马已经大粒瓜细粒。大粒瓜细粒瓜对不对？我刚才咱讲你的段子足赞。嘿，啊，你的表情哦，啊，搁较活泼嘞，吼，伤紧张，真的，嘿，谢谢，谢谢。容易为这过关哇！足赞的啦！我感觉你真正今日的表演，我感觉足专业的，真的。你会当去重映的。恭喜过关！恭喜！来，欢迎咱后队选手龙龙。我是屏东市的牛农农，我嘛到咧爱嫁人的迄种年会啊，因为前几天阮母也甲我讲咧，恁敢知有说我嫁予恁爸？因为咧伊有3点上好的，爱学起来，选红晒就爱选这种的哦。第1点大方，第2点故意，第3点故意搁大方的有钱人。哦，我学起来啊！啊，有一个俗语讲咧，就是职业肉上的趁钱是啥？第一个卖冰，第2个做医生，第3个公司才袂使讲，爱点点。迄天啊，阮咧去约会，约会回来当咧赛车嘛，我就甲讲 ，baby， 多谢你今仔日带我去食好料的，辛苦你啊，多谢你哦。爱当咧赛 ，baby， 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哦，好啊，你讲啊。阮兜家无人哦，当你讲，拄啊吼，迄食饭啊，暗顿1000块，你食较济吧，700块，我300块就好。我规百块行起来，你知无？我是一个淑女啊，我喊甲打落，所以咧，我甲讲，你即摆甲我停车。阮拄啊食是啥？食甲饱咧，而且是算人头的，伊即摆甲我算这是算啥？所以咧，我决定我要甲伊分手。迄天咧，分手迄天，伊就有淡薄仔咧哭。我讲，我真正要甲你分手，我无看过遮尔当生的人。
伊就讲你卡着吗？咱烧酒抓过，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沙巴鱼会跳过花。爱我的心，你袂变卦。如今你为着这利息代志，就要甲我分手，安尼敢对？哼！拜托诶，你讲这吼，迄三斤海水吼。头阿早就出门，摕着三个叉。哪遐尼侪差咧？我哋足认真听，因为我一直要有机会，因为伊今仔日讲话清楚度已经有比过去较好啊，有进步啊，有改变啦。对老师有吼，有时小思考了后会变较慢的，但是内底一寡用词嘛，用到无讲啊。介正确，互你感觉讲，伊即摆在咧讲这个故事，伊的笑点伫咧倒位啊？我拄则听到一个布丁，系啊，迄感情，大家真正布丁吗？布丁是啥物布丁？毋是，布丁就是用鸡卵吼，啊，甲粉落去搅搅的喎。迄正常的布丁的讲法，毋是安尼讲。大家注意听哦，丁。我没讲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因为。我现在上烦恼你一点，你若搁讲吼，迄个健身房的代志吼，你就是讲，我今日要讲健身房，我就去了啊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你讲遐个故事，大家拢足认真听，但是迄个笑点并无去拍到观众迄个期待感，哦，无感动到，所以小可可笑。啊，但是你的进步，咱大家看会到。希望呢，将来啦，倒一天第800集的时阵，会当搁登来比赛安尼。想后壁啦，因咱这个节目要做到阮吼80几岁，坐轮椅出来咧，拢会。对啊，各位观众，龙龙抑搁伫个哦。来，好明，我是真正想要问讲，龙龙，你头拄到底最后的笑点是啥？因为你拄则讲差不多1分钟外，吼，我拢无听到迄翻电啊，啊个那个笑点伫咧倒位，所以讲你最后是到底是啥物？最后就是迄个笑点，就是。我拄仔头前有讲，会趁钱的主要是做医生甲卖冰甲做医生。啊，我后壁会问讲，所以我就要嫁互伊，伊是做医生的嘛。啊，我会问观众讲，你感觉安尼敢对？啊，因会讲对，大部分拢会讲对嘛，因为医生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唔对，爱嫁互做卖冰的，因为因是较趁钱的职业。哦，好咧，家在无等着迄个笑点嘛。哦，迄是上重要的。再拍一个车啊！我老实讲哦，因为你要去表演的哦，相信大家拢足紧张的啦。但是因为我经过这么多艺界迄款人生内底吼，其实你一定爱练到结实的。就是讲你安怎表演，你若练100摆，可能佫无讲介安全的时阵，你可能练到1000摆。因为你的 tempo 吼，顿底的时阵，人家讲，哎呀，这顿底是袂记的，还是你搁在想你的节奏。所以讲，你一定爱照镜，看你表演的时阵，我这个时阵讲到倒位啊，就算讲我来讲到突切，但是我后壁会使马上甲转过来。人讲哦，台顶3分钟啦，台卡12。迄国语较咱台语较歹玩台上3分钟，台下是10年功啦。哦，所以讲你就知影，但是你少年啦，对，你距离60岁搁偌久？因为我今年已经60岁啊，所以你的机会搁遮济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继续加油！多谢，好了，拜拜。龙龙再会哦。第2个就去互淘汰。哎呀，哦，你看，开始由头到尾。对啊，最恐怖的。嘛是爱面对哦。欢迎后一位选手康迪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康迪。嗨。有一句话伫咧讲，每一个存在拢有价值。我感觉毋是安尼，因为每一届拍家抓，我拢会感觉因无应该存在。有心的才会飞啦，这是甲阮讲吼，莫压着有心的，会去甲飞起来。但这面记者大甲遐认真，明星说敢若想要吃披萨。学音乐的囡仔，袂变做歹囝，敢若会变善车尔。大家听人讲做编剧的时阵哦，上惊讲听到一句话，
我搁改一改就好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伊要改一改，搁一改。这个议题发挥上大的功能是啥物？到底有过关啊无过关？起起楚楚，已经讨论完成啊。阮决定暗时要食披萨。嘿，我就知啊。讨论嘿。有心的才会飞啦，这是甲阮讲吼，莫压着有心的，会起甲飞起来。Sandy， 你足水的，我会飞哦。这麻烦师傅无？这麻烦超多一个啦，阿弥陀佛。我吼是厝内底上细汉的啦，互人照顾啊足好的，拢袂枵着。但是我讲话拢无人要插，我伫厝内底就敢若是菜底下的公马。啊，你若是看到公马的时阵哦，甲伊讲话，问食饱未，就摕2个10块，无跋杯、成杯、无杯、笑杯，甲我讲话嘛差不多啦，就是嘿是啦，毋是啦，你点莫讲话啦。无共的是吼，迄有一个吼，已经阿弥陀佛啦，我是一个拍家抓的啦，歹去哦，伫我的手头。今仔日咯，我要对电视面头前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，拢听我的啦。我心内吼有话做想要讲的啦。若是讲每一个人存在拢有价值，是安怎我会无感觉我有价值？我会对我的价值感觉怀疑哈。每一摆我讲话，恁拢听袂到我的声音。每一摆我甲恁讲，遐有加抓，你拢无咧插。我拢甲你拍呢，我拢甲你拍呢。你知影迄有心的阁会飞呢？有心的哦，有心的。嘛无应该存在啦。阿弥陀佛。用夹的。哎呦喂！恭喜你过关！哇！是过关，毋过真正是莫名其妙呢。真的呢。是安那？伊的主题竟然是加抓呢。嘿，歹势是有心的加抓哦。一只有心的，一只无心的。嘿啊。Why you kill？ 你这，搁一只。搁一只。老好啦，莫名其妙的表演，毋过过关啊，是为虾米嘞？袂记时差，袂赴。我讲实在啊，就是真巧用道具，然后吼，互人使人感觉足意外的。这既然遮有加抓，遐嘛有加抓，搁有加抓，就一直感觉有意外的感觉。所以讲，你一直想讲要了解讲后壁敢搁有笑点，敢搁有笑点。可真正有，虽然讲可能无遐尔强，也毋过你是有设计过的，有设计笑点伫你的规个故事内底，所以讲我互伊过。你今日小可危险哦，我险啊饲咧，因为你有所在，迄个吼停点停伤久。嘿，是啦，毋是啦，你点莫讲话啦。无共的是吼，大家拢即安怎？即要创啥？我后壁出来，佫无讲真有大难安尼哦，无大招出来，我险啊饲咧哦，险啊哦。对，但是哪有你的公妈贼仔拢有来，嘿对。嘛是会惊啦。你的祖先拢有来，所以吼，这个月份吼，小可尊重一下。我是感觉讲你的家蛇一只是太少啊。我本来是讲你可能会摕50几只家蛇出来，结果你要甲摕一只出来，但是伊读前款效果已经有啊，所以我会感觉讲哦，你今仔日那边其实嘛是有一点仔紧张啦，但是我是奉劝所有表演者吼，讲这种的吼，一定要有表情，一定要有你的手的动作。来，甲斗相共先。对。有啦，过关啊啦，吼，免烦恼啊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讲话会出是你真正紧张，还是讲你是表演出来？我想要问这。我嘛就想要问这。对。紧张。真正是紧张。你即马就变紧张啊？但是我台语无介好，若是词无背好，毋知要讲啥物。
哦，因为伊的紧张看起来是淡薄仔古水，也毋过你看的时阵，真古水，伊是真正紧张的，会真正影响到我的看你的表演的迄个心情啦。所以讲试看卖，会当卖紧张就卖紧张，啊真正要紧张就甲紧张当做是一场表演，吼，可以较古水者，吼。这个我要请教一下，这有台语的老师无哈？有台语老师有。有。哦，我毋知，你头拄仔讲，你敢知影心脏？心脏要安怎讲？心中啊，有心的。有心。所以那个有心哦，无闭嘴。有心。你有心哦。你心中嘴啊合起来，有心哦。有心，嘴啊拍闭开的。有心。开口音的。对对，有些闭嘴音哦，你可能爱较啊人无哦，人讲这个物件是新的哦，啊这个物件是新的哦，啊就无共款。我甲你讲一个秘密，他对恁老师讲哦，倒一个上紧张，其实真正有比例。我讲出来，是不是？恭喜你过关，不担心啊。哦，再来，咱后一位选手，咱的经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位主持人，曾经捌去主持过一项国民学校的同窗会。去到现场的时阵，做着同学就伫遐认啊，这个是啥物人？较早伊的外号叫啥物？中央的时阵听到弟哥，哦，啊你睇，我即马搭走真遮济，哦，安尼真好呢，吼，我讲哦，你即马吼爱叫做弟公，哦，大家就伫遐互相闹开，吼。啊，同窗会的时阵吼，大家就伫遐互相伫咧等啦，等讲啊，即马咧做啥物工课啊，啥物头路就对，啊，就有同学咧讲啊，讲哦，阮阿公哦是做投资股票，来翻身的。哦，这边就有人讲啊，讲哦，阮阿公哦是咧做投资房地产来翻身的哦。这边冇人讲啊，阮阿公哦是靠外劳来翻身的。伫这种气氛的时阵，大家是非常的欢喜，对对。哦，啊，我就甲因讲啊，我讲哦，趁这个机会，啊，咱这同学吼，啊，大家互相吼介绍者，你即马咧做啥物头路，通个连讲吼，安尼互相捧场嘛，互相交关，对对。啊吼，伫咧讲的当中，啊，就朋友讲啊，啊，我咧做这个室内装潢的啦，吼，连讲同学，你若是起厝有需要我的时阵吼，拍一件优待，哦，啊，这边哦，就有人讲啊，讲吼，啊，我咧开服装店啦。哦，啊！你若有需要时来找我，甲你优待就对。其中吼有一个同学，自头到尾拢无出声，啊！大家就甲问安尼，你睇安尼啦，恁就留我讲一下，看你到底是咧做啥物？伊讲袂使啦，阮头家讲袂使讲啦，啊！这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啊。伊讲啊，你睇安尼，你唔爱讲一下吼？吼，伊讲爱讲哟，啊！我都咧开。总机社啦！哇，安尼这边安那算哈？啊，伊讲煞啊，结果有两个车啊，安尼。嘿，哇！因为伊讲哦，我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我就知影答嘛。是。这个效果囥喺后壁吼，我是感觉吼，因为一路起来吼，你所讲的讲你参加同学会安怎拄安怎有无？我感觉你会当有足侪表演的机会。你的同学毋是讲大家拢参照你的声音共款，同学内底有查甫的，有查某的，有讲话足紧的，有讲话足含慢的，吼，还是讲话会讲有诶腔口的。你同学内底可能嘛有讲话可能较慢的，迄拢会使表演的。但是你讲起来，我是感觉讲，敢若咧听你讲拢共款，甲你本人是一模一样啦。其实老实讲哦，就是敢若外劳变身甲即个综艺社即个吼，两个点我是感觉有较少一寡。我看的点较无共款，就是头拄仔你讲的差不多是3个笑点，头一个就是低歌，即摆叫低公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要毋过这个笑点无好笑，所以讲大家过啊。我想讲第二个，靠外劳啊，甲伊翻身，我感觉这袂歹，这袂歹，大家感觉好笑。后一个第三个就是这综艺社，就头拄仔洪哥讲的这个，你若是这个笑点会叫人摇到的时阵，你等这个笑点出来，大家就无感觉。所以讲第3分就无摕到。所以讲我一直咧听讲第3个若是过，我就袂饲这个车啊。要毋过第3个无过，所以讲歹势，亲姐歹势。其实吼，我是袂负气啊。是啊，拄则小囡仔讲耍，你讲囡仔袂负气，袂负气，袂负气。马紧感谢
其实吼，我参加公司这个节目，我学真济，当中看到足济咱这的少年朋友，因咧讲话含阮即言的，就对。我感觉讲真正有淡薄仔有差距，爱合适的所在爱真济，所以讲我拢认为讲有参加了后，我会感觉讲看会当挡偌久。啊，毕竟透过着公司的台语台，互全国大家拢知影。台语这个语言真正实在真水，对对，互大家来了解，来看咱这个公司吼，这个节目，感谢，感谢真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后一位选手陈德明，有请。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，学音乐的囡仔袂变做歹囝。我来补充一句啦，敢若会变散钱无像那后现代的表演，规场的人唱甲顶过去哦。啊，无论是失败也是倒台吼，拢爱大大声声甲伊唱一摆啊！唱咧！我是一个 DJ， 逐工拢咧讲话，尾啊，互人来练嘴花，唔知影要讲啥话。我那讲我头壳戆戆啊咧。哦，就恐怖。恁遮笑到呢，恁遮是你笑到变过，真彩就真彩，笑到变过，等开啊，唔就等这个啦。你是安笑到呢？后现代哦，上赞哦，是这样。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，学音乐的囡仔袂变做歹囝。我来补充一句啦，敢若会变散钱大概哦，有人会问我讲，哦，你咧耍音乐对无？洗这班啊呢？我拢感觉足困扰的。我毋是咧耍音乐啦，我是咧去学音乐耍，是足歹趁的，是安怎歹趁？大概替人讲做编曲的时阵哦，上惊讲听到一句话，我搁改一改就好，因为因的意思是讲，伊要改一改，搁一改，到尾啊，规条歌拢变新的啊，啊，就变改一首歌啊。啊，搁有讲哦，钱歹趁啊，开足紧。哦，有一届我买一支新的吉他，我摕去找头家，头家，这吉他故障大无声呢？头家摕过，袂啊，哪有问题咧？阮干那卖这高级的吉他，袂有任何杂音。我讲，但头家毋是迄意思啊，是讲我连一个音都发袂出来呢。头家讲，所以袂有任何杂音啊。啊，大家敢会讲足好奇，讲古典乐的版权伫啥遐？我想讲莫扎特，是我足奇怪，因遐国际级的作曲家拢过身过啊100档啊，是安怎有版权的？哦，我就带一首哦伊的歌，传去 YouTube 顶悬，版权公司就来找我搞警告，叫我讲爱赔钱，啊，你就知影讲版权是啥物人下啊？今仔过来献互大家讲一首歌曲安尼，较无声，咱今仔毋是参加音乐比赛，是来练嘴花。你若讲我讲了，佫会使，甲我鼓励一下。感谢大家，我是德高。平信，拄则两个咧讨论讲哈，讲完啊哈，讲完啊。汤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是拢无互拍车啊，我会互一个车啊，因为我感觉真可惜是。嘿，无，伊即马有3个车啊。即马变3个车啊，本来就我毋知影，比赛来讲吼，安尼是过还是袂过？我想要甲你留落来，因为你的笑点其实写得真高级。譬如讲，安怎知影讲这应该的版权是啥物人的，叫人顾着知影。这是好的笑点，而且头前嘛有一个学音乐的囡仔袂变歹，会变散恰。我感觉你拢甲主要的笑点用较溜，你无好好甲迄主要的笑点讲出来，要毋过你甲迄较溜的笑点吼用伤过出来伫咧讲。譬如讲你讲我无咧耍音乐啊，我去学音乐耍，这笑点较溜。要毋过你应该是讲学音乐的囡仔袂变歹，会变散恰。啊，我无咧耍音乐啊，我是去学音乐耍，这是溜的笑点，你用较溜的方式。放伫后壁，会加强头前迄个笑点的强度。所以讲，你的笑点的方式拢怪怪，要毋过你的笑点写得袂歹。所以讲，我会心肝来想讲，应该爱留落来。多谢老师。要毋过爱改，你讲个笑话的方式爱改一下。所以你这个车啊是有啊无？我嘛是咧想，有还是无，拢无重要啊。因为有2个车啊，就拜拜啊。因为
孙哥嘛是上尾啊，伊表演煞的时阵才饲的，因两个拢是。还是你们讨论一下。因为伊举起来你个时阵，阮两个讲哦，抓鸡死来，应该对这个家己的表演有一种充满着讲，什么趣味要为啥来？期待有期待。因为你唱歌有版权嘛，但是呢，你家己写的歌就无版权的问题。阮伊就等于讲，这个吉他发挥上大的功能是啥物？迄个吉他一直无出来。我互你一个建议啦，我做兵的时阵我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哦，举吉他，伊就安尼，咚，嘿嘿，咚，我为台东来，咚，台东，我你要唱几部是咧唱啥的？迄个无意义的过程当中，伊一个无聊中的无聊。但是我著足期待伊即摆一句要讲啥。伊拢有词哦，伊拢有词哦。拢有声。伊迄个口拢有哦。嘿啊嘿，咚啊哈，咚嘿嘿，嘿啊，迄嘛是种表演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就是头拄仔柯明讲啊，你伊个为头到尾拢无弹。你看我今仔这个道具有好看无？迄嘛是一种你对伊你甲伊的关系。可能是新买，就想要再来表演。老师安尼讲，你有啥物想法无？我 keep 住多济，感谢老师。最后我想要问，因为伊表演煞的时阵是一个车啊，但是尾来迄两个是补起的，所以恁帮大家宣布，到底有过关啊无过关？无得，三个要讨论一下。麻烦你讨论先酒。好。你拢无讲话，我是要。没有啊啦。我是讲伊要做好，我是讲伊要做好过，到底咧讨论无啦？这就是一个好过啊。起楚。好，咱平时拢已经讨论完成啊。阮决定暗时要食披萨。我就知讨论诶，到底咱德明有过关无？1、2、3。感謝我一個機會。哎呦，伊要哭啊啦！恭喜！三个评审拢给你一个机会。你来弹你的吉他啦！我庆祝啦！即摆就会付啊！对啦，伊是真正会晓拿唱，谢谢。感謝老師，給我一擺機會，再會。哎，手了變斜啊！恭喜，繼續努力。好啦，無代志，過關，來，請坐。真濟無念伊，佫俾拍。繼續加油。最後一位選手吳秋娜，歡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因为我每一擺吼，哎呦，這個好笑，因為我每一擺講笑話攏無啥好笑，所以我今仔決定要來唱一首歌咯。因為講要徛起來這個台頂，我看大家攏較認真吼。我這個看過的人啊，無知着我過講，我真正是我袂得過，你敢知？所以咧，我就唱一條歌互大家。無論是失敗也是倒台吼。攏愛大聲甲你唱一擺啊！唱咧！失敗就是倒台啊！係啊，所以我準備。我是一個 DJ， 逐工攏咧講話，尾啊，互人來練嘴花，唔知影要講啥話。我是一個 DJ， 逐工攏咧講話，尾啊，互人來練嘴花，唔知影要講啥話。我是唱啦，唔是在唱啦。我受基本唱我6個，互你嫌我老爛。我袂要講我當善將，但是大家攏是認真，我袂向前行。我是一個 DJ， 逐工攏咧打啦，唔管有過無過，大家播聲鼓勵。三個聽，但是恁這笑到呢，恁這你笑到變過，精彩就精彩，笑到變過，單開也唔着單這個啦，單這個。DJ，你是安怎笑到呢？到底是安怎哈？後現代表演，後現代表演，上讚。
战哦，是这样。好，唔知影伊咧创啥。不是，来，我先讲一讲下。啥话？伊自第一届出现的时阵，就是这款型，啊，愈来愈严重。哎，为什么会当踮伫即马袂走啊？唔知影啊，有一个成语叫做病入膏肓，我袂晓讲，但是就是足严重的意思。伊哦，一般就是笑气啊。一般吼，顺哥定讲，去火车弄过吼，无咧行脚踏车啦。嘿啦。嘿啊。我个人认为，都是一个表演者，你上台搁咧看稿。嘿啊。这就是要对这个舞台小可有意见。你无真看重伊，啊，你家己感觉你家己真好笑，一直笑。啊，因为什么选手会笑？因为我若选手，我嘛笑，我减一个敌人啊，我哪不爱笑？因为竞争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你要甲你的技术、甲你的专业、甲你对表演的这个热情，要有别人快乐的迄个概念、意念拢有出来。啊，所以你迄个专业的迄个感觉，无体在刷了。你个半路个给他摕一个菜单伫遐念。系啊，我做电台拢爱看稿，若无看稿就迄种会错。啊，你来参加阮比赛，什么意思？我台语最认真诶，我互人讲是就是少年人台语种最好诶。感觉家己台语好。我真正真侪人学了。你一徛起来就讲，今仔日我若会过关哦，我家己嘛感觉足奇怪。对啊。我甲你讲吼，你台语好，但是你头壳无好。无，伊是阮讲着重点，你记袂牢啊。无，你敢知我有一个小弟叫做露西派？知拢知啦。这阮小弟的朋友头壳派。因都 I don't know。讲一挂就对了。I don't know。讲口罩。当然啦，伊迄款欢喜的迄款心情哦，有感染着咱所有在座每一个人。我大家拢看伊足欢喜的，啊，唔知你欢喜啥，我嘛看袂清。真足欢喜哦，足欢喜。啊，也无中乐透啊，唔知中啥物，就大家足欢喜的。我讲实在是，就是讲，你头搭上头前你讲啊，我为什么会留来？我家己嘛真意外，我感觉讲这有淡薄仔无尊重以前吼离开的选手，因为离开的选手会靠会感觉讲啊，就想要留伫这个舞台顶。要毋过可能你对这个比赛感觉，甲别人对这个比赛感觉无共款，安尼不要紧，吼，安尼就无缘，啊无缘就离缘，吼离缘就甲韦德共款离缘就好啊。离缘不要紧，后一遍会更较好，感谢感谢。啊，你有啥物要讲的无？就是嘛是学真侪台语，因为阮广播电台是非常重视迄个发音的，就比如讲，就是真正，你做这个台语的节目，你若你传出去的物件是歹，啊是毋大家拢学歹，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，所以要有请老师嘛是有理，哈，要毋过伊通拄啊唱迄条歌，啊即摆讲这，我是毋知伊在讲。谢谢。兄弟们，吴杰利啦，吴杰利，这个状况是总控，不是总控。哦，总控。对，我头拄一直想要纠正，你讲有资格，而且好，刚好我好讲学你是安尼。希望你后盖来总控真好，总控，今天也要花再见。困来，再见。我那讲我头壳光啊。就恐怖，这正常的嘛，一个姓哦，可能真正是我小妹，我感觉。淡薄你问一下恁爸爸。我就跟我爸讲吼，莫生遮侪囡仔，第一个生第一个就好啊，后壁拢拍算去啊。是讲咱今日爱当队吼，6个参赛，3个倒汰呢。嘿啊，3个留落来。对，安尼唔知后礼拜咱又可队安那。哎呦。再上出去，真正是是教歹囡仔大细。你准备好啊未？恁啊，准备好啊，无问题。拢会过关无？以外应该拢会留。拢会。后礼拜再相会，再会。